讲到运动走表是真健康，不过提醒乡亲嘛爱评估家己身体状况。第14届电中马拉松今仔日透早起过，今年有16000多人参加。不过其中有一个62岁的查甫人，早早的说是熊熊转的温热，无喘气、无心跳。现场的民众甲消防人员是赶紧到抢救，加在落尾手有甲伊救倒转来。救护车赶路，沿途走的人拢赶紧闪。2025台湾米仓电中马拉松，车口透早6点外开始，一个参加10公里健跑组的62岁姓张的查甫人，走到电中镇建国路、甲大社路一段交叉路口时阵，熊熊软骨骨倒伫涂骹，马上有人通报消防队个 CPR 抢救。跑者忽然倒下，然后有没有人去救援还是怎么样？有，那个跑者很多都热心停下来那个帮忙。好。电中马拉松会2012年开始办，今年有16000多人参加，分做42公里全马组、21公里半马组、甲10公里健跑组，用真高地方特色甲沿途补给站出名。中华电中消防分队8点58分接到通报救护车到场的时阵，现场查甫人已经乌卡，接手 CPR 加 AED 电击，才成功恢复心跳。那我们电中911到现场后啊，现场有民众在实施 CPR 处置啊。那由我们救护人员来接手，那给予 CPR、AED 还有给氧处置后啊，那患者有恢复意识。患者送电中任何病院急救，初步检判是急性心脏问题，然后转送小团病院治疗。目前意识清楚，情形稳定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走的人若热身无够，或者是运动量伤过大，就可能昏倒。建议运动唔通伤过头，才袂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